过来这件是这个台北市的警方抓到乙醇运毒，超到720公斤的安非他命，市价超过20亿。去年11月，台北市刑警大队伫宜兰的乌石港抓到2个男子，甲这个毒品就藏伫个尊称的假帮，因为毒品量巨大，惊厂咧找无。这个嫌犯是自作聪明，特别来画一张这个藏宝图，结果警方就照这个图，伫个船顶超出着将近720公斤的安非他命，这个数量是真惊人，市价超过20亿。若是以每一个人用1公克来计算，大约会当提供70万人来使用。啊，讲幕后的主嫌疑似是德联邦的成员，这警方目前正积极来追查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